立法會喺今屆會期結束之前舉行惜別晚宴，主席曾鈺成感謝各個黨派喺4年任期內嘅支持。詹培忠叫我辭職，坐喺佢隔離嘅謝偉俊咧，即刻加多一句難辭其咎。咁我嘅理解咧，即係好難辭職，要做到夠期。人民力量嗰兩位議員咧，我都要多謝佢哋。佢哋咧就提咗一個對我嘅不信任議案，不過佢哋咧好識做，搏命拉布，保證個議案咧上唔到台。咁啊多謝佢哋咁照顧。行政長官梁振英、多個現任同前任官員都有出席晚宴。喺宴會之前，議員梁國雄向梁振英送上一幅新班子嘅合照，諷刺新班子醜聞多，唔夠2個禮拜就有人辭職。而即將退休嘅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話，退休之後會繼續留喺立法會協助培訓員工。